就现在让收看，把你打给我，等你啊！来，我这里嘎嘎嘛波隆，用原住人话来跟所有观众朋友问安，欢迎投约时间锁定我们频道收看最好看的8点打给我，当然是你们健康有活力的生活大师。That's right， 阿龙很开心，8点的时间又跟所有观众朋友相会。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已经是6月了，而且我们的7月呢即将迎接阿美族的丰年祭离性了。那在丰年祭之前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年龄阶级都是维系阿美族最重要的一个社会制度。当然呢，在年龄阶级之前，有一个青少年的巴嘎龙爱的训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社会的运作之一。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带大家来认识一下什么叫做巴嘎龙爱的训练。我们先从远远的歌声一起来欢迎台东东河乡的都兰部落，一起来欢迎他们。欢迎来自于台东县东河乡的都兰部落的巴嘎龙爱们。当然呢，巴嘎龙爱的训练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常常忽略了原住民的青少年，他们应该要学习什么？我们今天来带大家认识一下他们。首先，先欢迎第一位是训练巴嘎龙爱的这个嘎爸哈，来自于台东都兰部落的拉千禧阶级的苏敏，来跟大家问候一下。来哦，这个马布隆及苏敏嘎古，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呢率领着自己的这个部落的这个弟弟妹妹们哦，欢迎第2位是巴嘎龙爱的林子良阿美族的扎基来跟大家问候一下。来哦，这个马布隆及扎基嘎古，大家好。欢迎阿美族的陈永庆萨布鲁来跟大家问候一下。来哦，这个马布隆，我是萨布鲁。好，欢迎我们的女子主苏楚瑜阿美族的哈祖伊。来好，是哈祖伊嘎古。阿美族的林思涵，来好，是萨古嘎古。好，欢迎大家这个巴嘎龙爱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其实今天是苏密要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的丰年祭快要到了，对不对？部落的其实我们很少会听到巴嘎龙爱的训练，因为我们都认为说，不管是不是嘎布的训练，或是死拉的训练很重要，就是年龄阶级的训练。那其实特别讲一下，为什么你特别关心巴嘎龙爱这个，在你们部落有发生过什么样的演变吗？就是其实都兰部落有一阵子的年阶级的训练，就是尤其是巴嘎龙爱的那个阶层，有将近快10年时间是断层，10年的时间失传，然后，但如果要讲传承，我觉得不是只有找老人家来讲故事而是要把他们那些智慧啊，彻彻底底的实践在年轻人身上，这件事情才有所谓的传承的事情。是，通常我们讲巴嘎龙爱，其实是在还没有入阶级之前的那个青少年的年龄。对，青少年。那有时候我们大概就是每个部落不一样哦，就是大概12岁到16岁不等，对不对？对。那苏敏你自己觉得巴嘎龙爱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对于部落来讲？就是成为嘎爸，成为嘎爸，对，就是要成为嘎爸。他必须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就很像我们现在上国中、高中，对，因为巴嘎龙爱就是阿美族的国中、高中，对，国高中青少年，他们就要在那个时候学会很多传统的技能部分，对，还有一些祖先教下来的智慧。但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沉闷，觉得年轻人觉得啊好土，我不喜欢。那我的方式就是让他觉得这些事情是很fashion。很fashion，拜托，真的很fashion，对不对？可是我要请苏敏来讲一下，因为通常我们知道过去的年龄阶级的或是祭典之前的训练巴嘎龙爱，其实都是以男生为主，对不对？但是在都兰部落，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也有女生的参与，这个原因其实是有一个过程嘛。是，就是巴嘎龙爱通常都指男生，女生的话其实比较像是常态性在家里跟妈妈学习，
但是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也要把女生的教育也要一并在这个时间把它养成起来。是，要不然女孩子都爱别人啊，对，要不然就是回部落啊，对，要不然就是假装去国外啊之类的。出国到哪里？台北而已。对。我们先带所有观众朋友来认识一下都兰部落的巴嘎龙爱，他们在部落的时候，在祭典场上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丰富的来参与自己的部落的事物，一起来大家来看一下照片。哇，这是哪里的什么？这是都兰部落的丰年祭现场，然后那时候年轻人在跳舞，这个部分是女孩子在跳舞。是哇，就改印啊，改油印的时候，青少女、美少女们在跳舞，对。对啊，就很卖力的在跳。很卖力，有没有？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青少年都是比较叛逆的，然后最不想参加原住民部落的事务的，对不对？对啊。可是都兰部落却创造了青少年。这是傻姑。傻姑，喂，傻姑，你看你扭的，你看你扭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巴嘎隆爱，就是青少年。青少年，对对，他们也在训练，哇。就是在祭场的时候练习那个马里古拉的牵手舞，传统舞都要每个都要唱，而且要自己领唱自己打唱。自己领唱自己打唱，完全不能用音乐卡带之类的。这是男生巴嘎隆爱在山上训练的时候，就是他们基本有训练一些传统的歌舞。然后晚上的话都还有年轻人的聚会，就是年轻人都会他们的嘎嘎就是拉千席、拉监察、拉立委、拉中强阶级都会在教。这是祭典的时候的前一天。对，就是在部落里面跑，就是报讯息的时候，对对，我们要来传讯息给邻近的。以前没有广播器啊，以前没有广播器，用跑的有没有训练这样？对，那就是其实要这样看得出来部落这个部落到底有没有活力？有没有活力？有没有年轻人？有没有年轻人？就是年轻人有没有把消息传播到部落的人身上？真的哇！我们有看到了，就是使命带着巴嘎隆爱，对不对？对，那时候我小时候去别的部落观摩，就是那时候有机会到排湾族的部落新岩、嘎鲁兰，然后我就是交换。有，我们看到一个排湾族的阿星，对不对？对，就是土人乐团的吉他手也是团长阿星，我就带他们去那边跟排湾族的年轻人交流。巴嘎隆爱还要去交流一下，这样子学习观摩一下。还有温岚。温岚是怎么样的？温岚也有来吗？有来。温岚也是巴嘎隆爱的部分吗？对啊，他有来看的，他也很喜欢。他也很喜欢，对不对？很支持原住民的部分。我要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巴嘎隆爱，我说巴嘎隆爱的时候，大家喊哟，巴嘎隆爱，哇，有力气有没有？我们来先问一下扎给，你现在告诉我说，现在目前我们讲这个部落的现在汉人的白浪的，就是最主流的青少年，他们现在在流行什么哈？白浪流行都是跳街舞啊。街舞哦。对。然后呢？那你觉得现在目前原住民的流行，青少年的流行是什么？当然是跳火海洋的舞啊。火海洋的舞就是很时尚这样子吗？是吗？那萨布鲁呢？你觉得身为巴嘎隆爱最重要对你来说的，你参与你穿上自己传统服，让你参与自己巴嘎隆爱的训练，然后去他们累这样子训练，你觉得他给你的感动跟你觉得他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把好的呈现给老人家看。哇，把老的呈现给老人家看，对不对？这是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那问一下那个哈祖义来讲一下，就是现在白浪的美少女，你要流行一下在东区有没有？现在白浪最流行的那些的话题，年轻人的话题是什么？女生应该都衣服吧，就是去哪里买衣服啦？应该西门町啊、某分服啊这样日系的、韩系的之类的。那现在呢？你觉得原住民的美少女们的流行是什么？我们就是一定要讲一下原住民的话，或者是真的吗？剧一下，或者是倒装句，比如说倒装句是哪里你这样？哪里你？对啊。还有什么达拉朱阿吉说的？哇，达拉朱阿吉说一定要讲一下倒装的。是，然后那个呢，达固呢？你觉得现在目前原住民的美少女们应该要怎么样？就是认为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觉得这个价值在哪里？大部分有时候我出去都会穿那个脚套，真的假的？就是搭配短裤，就这样比较呈现说是我是阿美族，这样会比较骄傲。真的假的？在台北吗？哇，真的哦，就是穿短裤，然后下面就穿这个绑腿吗？流行，当然一定要的，真的哦，哇，太酷了！你看，就是我们就在创造一些原住民。